面后日特别投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伊的竞选办公室讲到，总统蔡英文为了要拼选举，叫全国斗走找蔡总统。现场详细的情形，咱赶紧来看卖。这几天已经是最后倒数时间，我们当然知道总统在哪里，但是呢，我们要从一些具体的数据来看看，到底我们的国家4军统帅。我们说3军统帅，除了我们本来的3军统帅之外，现在加上网军的统帅蔡总统，他是怎么样在领导我们现在的国家？如果只有选举这件事情的话，他说蔡总统是谁呢？劳工是心里最软的一块，未来会是最会沟通的政府，谦卑谦卑再谦卑，也没有人需要为他的认同来道歉。而高雄呢，就好像是一个举姐带大的小孩被骗走了。像这样的一个曾经跟人民承诺过谦卑谦卑再谦卑的总统，他现在的行程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叫做公庙总统2.0版。我们上次已经公布过，在11月份他的行程有4成是公庙拜拜，拿国家人民纳税钱去行他自己走透透选举拉票辅选之时，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在进行选举。现在我们再统计一下，现在1月到现在其实也还才几天啊。这是从1月9号，我们从1月9号开始，应该先看这一张，这是总统府所，我们一样都是依照总统府所公布的公开的网站上的行程，在近1个月里面，从12月开始，有16天的时间，它是没有任何的国政行程的，有16天它是没有国政行程的，所以我们总统也是不在家的。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因为他现在不断的在批评我们请假的市长在参选总统，但这是一个翘课的总统，翘课的总统每天在跑透透跑选举，可是他批评对手说他绕跑。那请问这个是接翘课的总统，他是放牛班还是去放牛了吗？还是去哪里？所以公庙总统的最新力作是，他33%的时间是上班时间，没有公开行程。近1个月的时间，24工作天，8天没有公开行程，就是最近这8天里头，其实如果在整个这上面整个月12月到现在的话，那么7天里面只有1个行程，这是指1月份的部分。所以我们从这些行程来看，昨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会议是什么？他都没有参加。我们先请兆兴先把昨天的部分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只是看到要用同样的标准来检验候选人，那么现在所作所为是中华民国总统应该要有的作为吗？那么一天到晚批评政敌落跑的时候，他落跑的时候是用翘课的方式，那么才是真的对得起人民吗？他用的是纳税钱的人的纳税钱的荷包在进行辅选，在动用所有的人力跟公务预算，那么这才是正确的吗？这应该要给人民检验的吧。其他社会消息，先来关心去年南投这个省长的消防队员为3楼水降落来求婚，互人看入咧新闻呢。结果昨下知伊出门去买早顿的时，过车路刷过一架车顶倒滑的货车，甲伊弄落，当场飞出去4公尺外所在，头壳内底出血，还佫有扁骨头断去，肺部严重损伤，该在头壳还佫真清楚，即马人还佫咧加护病房观察。落尾警察调查，货车运将无啉烧酒，讲无看到这个消防队员才会甲伊弄落。详细原因，即马警察当日咧进一步调查。搁再来关心，这是台东的行路有一个恐怖的精灵，警察接到报案，这个查某囡仔伊讲伊伫一间超商内底，和伊的前男朋友压枪堵伊的头，要甲伊恐吓。被害者为了要保护家己的安全，先按打前男朋友的情绪。等到警察一个赶来到现场，伊才赶紧倒转去报案。伊讲到代志的经过，警察伫伊的车内嘛发觉到2支解过枪，杀伤力拢真强。另外，这2支空气枪和4粒枪支，当场依法甲伊带转去警察局来侦办。另外，为了要保护这个被害者的安全，警察局斗3天替申请紧急的保护令。另外，这个画面要来看到，又有无公德心的行为，这是民众遭共享奥多摆乌白迫害、乌白拉稀，毋但是翘高链，煞来佫甲奥多摆摔伫涂骹，挑工甲链啊夹起来，放空链伫咧找涂骹。有民众看袂做的，甲业者检举，业者讲安尼伤过超过，无法度吞润，车修理的费用算会都要1万块。等到确定租车的人伊的身份了后，是会要求赔偿。假使若是对方无照时间赔，业者可能就要提告。
半暝啊，几落查甫人伫路的耍，其中一个人佮骑车翘高链，刷落摔倒，佮笑甲足欢喜的，唔那安尼。爆胎咯！大家合作，甲车尾扛起来一点仔，油门吹落，后轮甲地面一直安尼磨出现白烟。斟酌甲看，原来这台电动机车是最近真夯的共享机车，想袂到煞互人安尼就来迫害。就是很没公德心，管理机制没有做好的话，其实你很难去防这样的事情。有好心的民众看袂做，主动翕影片传互电动机车的业者检举。蓄意破坏这件事，GoShare 的话，完全是采取一个零容忍的原则。除了维修费用之外，我们还是可以追讨营业损失。收到消息了后，业者就甲互人破坏的电动机车送去检查，结果发现唔那车壳、配件甲硬体嘛拢红酸灯，修理落来要10万块，会向租车的人要求赔偿。若是唔赔，就会改告。面对这款的事件，共享机车的业者要安怎来预防？比如说，一般用户违规，然后查明属实达3次之后，我们就会进行停权。那本来就派正百人的巡检团队，24点钟去巡车的情形，佮设停权的机制出来。那租车的人出现违规停车、破坏电动机车这行为，3届就会停权。业者嘛呼吁民众，共享机车这款新的产业，互民众方便，千万唔通乌白破坏。记者综合报道。拄则收到详细的画面来关心，家己地检署侦办一个姓吴大商，伫咧两岸牵涉到违法做地下银行，互人换钱的案件。发觉这个姓林的查甫伫咧外国设跋筊网站，分配汇钱、跋筊钱倒来到台湾，算算拢总39亿。检察官查扣伊的迈拉伦在内拢总6架名车，其中这个姓林的查甫，这架迈拉伦价值650万，另外各2架Porsche初步鉴定市价拢超过200万。嘉义地检署按算新历2月初5，要伫咧地检署头前广场准备要来拍卖。台视新闻独家报道，要来关心旅游专家东方安去年底来到摩洛哥来旅游，结果签证过期，煞互在地海关给查落来，无法度出境离开。摩洛哥互咱台湾的旅客15天入境的期限，网络有人伫咧分享头食步，就算是超过时间嘛无要紧，伊过去嘛要安尼做，就咱安尼伫咧在地算30天，刷落来无法度上飞行机留落来，加伫咧在地留1礼拜时间，逐间都爱走法院办手续，加开差不多4万块，安怎算拢袂好。甲当地人做伙拍鼓，体验外国的民情。旅游作家东方安去年11月去摩洛哥旅行1个月，想袂到准备要回国的时阵，雪封限制出境。网络上也有一些人去讲说啊，摩洛哥其实有没有延签都没有差别啦。结果到最后，在我要出境的时候，就被机场海关拦下来。原来摩洛哥敢若予台湾的旅客15天的入境期限，就算透过摩洛哥驻外大使馆申请加签，佮加15天，不过也是有可能予海关人员改过来。若是无斟酌看签证，就有可能会过期。东方安过去伫摩洛哥就签证过期，所以也是顺利出境的经验，所以这届才会想讲应该无要紧。结果煞加封留伫摩洛哥1礼拜。也曾经发生过在海外延期逾期才出境的事情，在俄罗斯。可当时也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违规了，那你就去缴罚金。我没有想到说在摩洛哥逾期出境居然要搞这么多的麻烦，因为事实上我不但上了警局，后来还上了法院。尾啊，东方安唔那爱立罚金，嘛爱佮加出住旅馆甲机票这的钱，1礼拜算咧，开买台票4万块。我觉得损失惨重。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留言告诉我们说，逾期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就是有关系。好佳在东方安伫当地有朋友斗3天，才会当顺利解决这件代志。若无伫当地语言未通，想要顺利回来，恐惊真恶。嘛提醒有计划要去摩洛哥旅游的民众，爱加注意，莫违反规定。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是在愈来愈猖獗，这一届是敲电话甲人骗，看到乌影就开枪。这届险险骗到寄来到台湾的日本富人人。台北市树林区一个日本的富人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是因人的朋友真着急讲后生伫咧彰化发生车祸，都要借40万装医药费要救急，若无病院无要救人。这个富人人真紧张，赶紧来到银行3步做2步要汇款，行员感觉怪怪无对同，赶紧报案。落尾警察一个赶来到现场，这个富人人也是坚持讲伊要汇款，伊讲人的性命比钱更加重要。该在上尾联络到当事者，这件代志才别空。
请假的日本查某人用无啥会认得的华语，甲银行行员讲话，手会搁一直背手机啊，想要解说。好，这个是您的。我的先生，他会讲中文。中文。好 ，OK， 那我可以跟他说话吗？查某人愈讲愈激动，这个警察是安怎要阻挡伊汇款？完全唔知影电话迄边唔是朋友，是诈骗集团。我要寄给他，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这样？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你被骗。不是，我最怕是小朋友的上面没有呀，我最怕是这个。查某人讲的囡仔根本就唔是朋友的囡仔，是诈骗集团改好的。这个日本查某人接到电话，对方讲家己是因翁的朋友，后生拄到严重的车祸，要借40万块，若无病医就无爱救人。查某人听到就走去银行要汇款，行员发现无对当，赶紧通报。不过就算警察来啊，伊嘛讲防骗无要紧，囡仔的治疗袂当耽误着。一群人赶紧甲伊安打讲，病医袂因为无钱就唔救人。尾啊总算联络到伊的朋友，确定根本就无发生车祸，查某人才无哄骗去。不会有说病人没有钱，然后我们就不治疗的状况。像我们急诊有时候会有病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以无名氏来挂号。那无名氏不代表就不能救，还是要救他的。诈骗集团看准外国人无了解台湾医疗的制度，甲当作诈骗的目标。目前警方伫调查嫌犯是安怎掌握到外国人的电话的，避免个人哄骗。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有钱日节，啊若无钱，节空伫要过年啊。桃园这间高中，逐年拢会分红包，互厝内家庭较歹过学生囡仔。10年来，就发觉讲，计收入户学生人数为本来76个，即嘛增加到200个，增加要3倍。互学校老师嘛感觉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为了要斗相共，厝内较歹过学生囡仔，嘛会当过一个好年。学校毋若是加压发红包，嘛呼吁更较侪好心性的人，大家做伙出手来帮忙。大力来哩比赞，手摕着大红包，6岁学生会当来加菜，过一个好年。他们这么的照顾我们，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温暖，然后也可以过一个好年。这个年可以比较好过，然后可以跟哥哥，然后吃比较好的东西。学生拢足欢喜的，桃园这间高中每一年拢会来发年节的红包，互家己学校内底家境较无好的学生，连续13年，每一个人发5000块，互这些学生会当过一个好年。不过来算算的，这10年来，加收入户的学生人数对76个人增加到200个人，将近加了3倍，互学校拢感觉是真意外。200个，哇，快3倍呢哦！学校虽然发红包的爱心无减，家家来送红包，但加收入户的学生的人数增加，也是互学校真烦恼。首先我先感谢今年是第13年了，我感谢我们的孩子，让我有机会跟他们呢度过这样一个过年啊。那发现了最近呢，低收入的孩子好像越来越多。弱势的孩子更需要社会来关怀。除了来发红包，学校嘛呼吁更较侪善心的人，会当做伙来斗相共，互每一个学生拢会当有一个较公平的前途。记者综合报道。伫要投票啊，千万唔通无代志找代志做，掠狗遐小家。总统立委选举正甲热扑扑，到民众发觉伫咧中华莅临，民进党候选人也有总统撰文的选举看板，互人乌白喷漆迫害。另外，伫咧嘉义破主开元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有立委候选人的选举看板，同款嘛是互人乌白变。有的上火烧破骨头空，有的是配分两接。警察调路口监视器电案锁定3个嫌疑犯，抓到手真的人。伊嘛甲警察讲，是因为无代志找代志做，因为趣味好耍才会安尼做。路口的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停伫电火条头前，伊喙内无槟榔，立卡尾为人的看板配分两接，煞落就赶紧走去。镜头来到另外一个路口，拄则这个配分两接的查甫人，佮骑脚踏车找后一个目标，煞落佮骑机车的人会合，两个人做伙迫害人的看板。嘉义县朴子市开元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立委候选人的竞选看板，互人迫害。红色的分两只配伫咧韩国瑜的相片顶的，毋那安尼，另外一面看板佮互烧一空出来，敢若拢是针对韩国瑜的。都被打火机烧破一个洞，然后前后两边都是有被煮槟榔汁这样子。警方调看路口的监视器，锁定犯案的3个嫌犯，顺线掠着人。嫌犯讲，敢若是感觉好耍尔。经询犯罪嫌疑人均坦诚不讳，并供称他们没有政治立场，乃是因同侪间起哄
觉得好玩。那嘉义伫彰化县立委第3选区，民进党候选人出来拜票的时阵，看到家己甲蔡英文总统的竞选看板，互人喷漆，就随报警。候选人正式提出回属告诉以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现场的勘查采证，在调验3处的监视器，所有的侦查作为都在积极的进行当中。虽然无政治的动机，毋过竞选看板互人迫害，嘛互候选人就无奈的。选举伫要到啊，警方加强巡逻，避免同款的事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这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早起时来到高雄陪立法院候选人区志伟来落街扫票，因为后日伫要投票。赖清德接受访问时特别呼吁少年家爱记得登去投票。咱做伙来听赖清德上新的讲法。是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那这一次呢，为了台湾的未来啊，民进党提名了很多年轻人非常杰出有理想有抱负的包括邱志伟邱委员在内，年轻人出来担任候选人，也敬请年轻人一定要返乡投票也共同承担起国家的责任当然过年前年轻人可能会因此而回来2次。不过呢，可以第一次把它当作是为了国家，然后第2次呢是回家团圆，国家先有国再有家嘛，我也敬请所有的年轻的朋友是不是还在哈罗呢？应该要回家投票，宝贵的一票，大家一起顾台湾的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也让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共同承担国家的责任，让国家更加进步。做媒体报道说，那个蔡正元他要那个王立强反咬民进党一口。是我刚刚从网络新闻上得知这个讯息，相当令人震惊。如果是属实的话，那蔡正元是相当不应该。特别如果他又邮寄了跟习近平的合照给王立强的话，我想这个威胁的意味不言可喻我相信国人应该要同声挞伐，但是可能真相还得要让相关的单位去调查之后才有办法了解。另外，再来关心这个车祸的消息。彰化溪州立顺路一架日照中心的护空巴士，车内载5个坐客人要去日照中心，结果往中心差不多300外公尺远的所在，煞去弄到一架自家用的。煞来这架护空巴士，搁再弄到头前一张树啊，车内5个坐客人去切着伤，该在赶紧给人送去病院治疗，无生命危险。调查的原因，就需要警察进一步来确定。过来看到台湾的囡仔愈来愈少，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统计，去年到11月，台湾出事的人数有16,851个。学者也阁有医生界评估，讲甲12月算惨落，去年上济加175000外的红仔出事。为去年年底做产检有新的妇人人，因的人数来推估，今年拄出事的囡仔人数一定无超过17万人，差不多算的才16万外尔。学者嘛讲到，今年台湾正式变做人口自然增加率负成长的时代。过来关心中国武汉唔知什么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会当讲有上新的鉴定发现。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检查结果初步评估了后，判断讲是新型的冠状病毒，和之前发觉的拢无同款。咱的疾管署针对着相关防疫疫情，有上新的说明。有关中国武汉不明原肺炎的疫情，那刚接获陆方的通报，那已经确认是新型的冠状病毒。那他们是目前有检出15例的阳性，也做了这个完全的一个基因定序。那电子显微镜下也看出来是冠状病毒。那这跟其实这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的部分，在我们的预期都是掌握之中。那我们目前针对我们的防疫、检疫、检验跟医疗物资的部分，都会根据原来的方式来进行准备。那也维持现有的防疫作为。那有关冠状病毒的一个预防措施，大概就是要避免接触这个野生动物。那勤洗手。那如果到这个人潮拥挤的地方，那戴口罩。那如果到武汉去旅行，那避免去接触病人那接触这个野生动物。
好，谢谢。机场防疫的部分，航班的部分。机场登机检疫的部分，我目前已经执行了这个14的航班。那在昨天的时候有发现有一例这个符合我们发烧跟这个呼吸道这个症状的病人从武汉回来哦，所以在昨天就已经后送到我们的医院去了。那所以这一例也已经通报。那同时现在就是有符合中国武汉旅游史的这个发烧肺炎的这个病例，目前已通报3位，除了刚刚这一例还在检验当中，那另外2例，一例已经验出流感 A 型流感 H3N2， 另外一例验出 A 型流感 H1N1。那如果后续的讯息，我再跟各位报告，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疾管署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嘛要特别注意到，最近吐骨头的人真多，原来就是因为疫情愈来愈热岛。提起时代，都要叫囡仔较常洗手、较常消毒。像讲刚刚台中市因为吐骨头挂急诊的人数，小连续4礼拜冲悬，特别是1月到3月是病毒上界严重的时间。新正年特别休困，惊大家做伙安尼越来越去。卫生局呼吁讲，假使若是有吐骨头的症头，都要较常洗手、较常消毒，搁要隔开，莫和人做伙，才会当有效避免病毒继续为人的风险。双手一直搓袂停，搓出这个白色的泡，千万莫小看这个动作。若是无做好卫生的管理，小心落落病毒会找上门。回家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洗手，然后吃东西前也要洗手。那有不舒服的话，就是口罩戴着。那我们的预防措施大概都是这样子。每年11月到3月是落落病毒常常发生的期间。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资料，台中市108年第52个礼拜急诊急性闹巴肚看医生总共有739个人，人数百分比达到4.8%，比去年同期3.9%更较悬。这跟抵抗力没有什么关系，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在一些消毒的频率啦，卫生上更要的加强。这警觉是不够，都已经散播得更厉害。预防较赢治疗，较骨力洗手、消毒，拢会当有效来防范这个落病毒。因为年节伫要到啊，就惊会出现族群的感染，主管机关嘛加强宣导。在吃饭之前或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落实勤洗手，要湿搓冲擦，那避免感染诺罗病毒。俗语里讲，病对喙来，除了注意食物的卫生，食物件进前嘛一定要用散文来洗手，特别是便所也是水道头，拢一定要用漂白水来消毒，才会当有效来避免感染这个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今年新正年初一卖福袋大战，业者会当讲是步数真顶，功夫真出，嘛真拍手开。像讲新光3月信义新天地要送一只价值185万的米冷轿车，规台湾12间新光3月百货公司拢总要送27件选酒，也搁有7只机车和9只掠零的椅仔。专连是要送这只价值388万玛莎拉蒂跑车，上少开200块，都有机会把这只车驶倒转去。啊，若丢着的人一定感动甲目屎哪滴，会当讲是这几年来上届大出手的一届。价值388万的玛莎拉蒂跑车，敢有想要驶？即摆你有机会，只要开200块，就会当将伊驶转去。因为专连2020新春福袋啊，就是要送这台。车子很不错，开不到我可以卖掉。我觉得吸引力蛮高的，因为买一个希望嘛。专连搁再来创通路福袋啊大奖纪录，除了开200块买福袋啊，就会当抽100万的名车。今年搁送行李箱的福箱，有饼啊甲脆食面，搁会当炸走有名品牌行李箱，更加有6摆抽奖机会。只是甲去年来相比，同款有6个抽奖的号码，3轮的购物车福袋啊1000块，改做行李箱啊加贵200块。菜篮车的成本稍微低了一点。那这次的话，我们找到的是台湾的名品哦，就它在外面是卖5000块一个，所以相对来讲，它的 CP 值比去年来的更高。福袋啊来大车饼，新光3月信义新天地2020福袋啊上大奖，嘛是一台汽车，只要去 APP 来预定，会员的点数扣20点，付1000块，就有机会将价值185万的 BMW 驶转去。全台湾12间分店，总共嘛会送出27件的全照，7只乌托拜，各有9只掠零椅，规模会当讲是历史以来上大。过往的福袋开卖通常就是前面大概3天左右就全部卖完了。业者杀福袋啊是无手软，大年初一民众买好运，业者要抢趁开春的人气。
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平湖，看到平湖梦湾过去互人俄罗斯旧病的故乡。平湖县县政府因为安尼开200多万真拍手做这只大只海龟的公共造景，踩伫咧梦湾，希望会当变做拍卡新地标。不离个这大只海龟拄拄做好势，引起有人恶恼，嘛有人经体甲无一块好。有人讲水，嘛有人讲亲像加纸的色水。另外，平湖西施、海龟石斑鱼，也有结背囡仔遐，同款嘛是一人讲一样，无人讲亲像。正大只海龟爬墙花，这是平湖县政府为着要推动观光，伫咧望安乡打造一只超级大只海龟的公共造景，要结合当地历海龟的特色，变做观光的热点。来看这两粒目睭金丝丝，后壁阁有一支马溜，不过远远看过去，就是有淡薄仔奇怪。毋若是四只脚直直徛着，就连色水看起来都哪亲像是有问题。颜色不太 OK， 可以再漂亮一点。毋若是民众看了感觉怪怪，就连相片放去咧网络，马上去讨论，讲这个色水看起来哪有淡薄仔亲像是假纸，阁有人质疑无观光的效益。渔民阁笑讲今年土兔鱼掠较少，即马大海龟来啊，敢讲这是代表讲龟？加一条，这2天啊，大头兔拢咧讲龟，啊，今日看这只阿文阁讲呀，吸引观光的性质，怎么说？然后也不能玩，拍照嘛也没什么意义。很棒啊，带动观光啊。颜色嘞？颜色你觉得会不会？颜色做得很像啊。投资200多万打造的大海龟，城内无共的评价，但是来看平湖这几年创造的公共造景，参像是去背倒顶悬的吉祥物，互人讲做是龟翁啊、跨海大桥的怪面鱼，即马阁加上这只大海龟。那颜色的部分，我相信艺术家也有他专业艺术的这个眼光。特别有创意的大海龟，是希望会当嘛有亮灯仔的功能，艺术品才当完成，就成功来插入这个话题。啊，若是水也是歹，就是个人的想法啦。记者综合报道。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日本发生地震，Okinawa县政府正式宣布，羽流麻市有2间农场检验到地震，这嘛是 Okinawa 让34年了后，佫发生地震疫情，嘛是日本伫咧2018年了后发生地震疫情，头一届是伫咧本州以外所在发生这款代志。感染的原因，即嘛正咧调查，为了避免疫情继续拖，拢总杀1813只猪仔，其中嘛有在地真出名的阿古猪，加减影响到 Okinawa 出名的猪肉料理的生意。日本 Okinawa 让34年佮出现地震疫情，羽流麻市一个农场验到地震，官方为着防止疫情拖开，唔那限制猪行动的范围，嘛太真侪猪，和 Okinawa 有名的阿古猪嘛走袂去。白い防護服を着た県の職員が養豚場の方に向かっていきます。Okinawa 羽流麻市这个农场6号通报有猪出现落屎等等的镜头死亡，送去检验了后，背后确定是 CSF 猪灾。农场内底嘛验到有400只猪喂着猪灾，目前伫调查感染源。当地政府下令禁止饲猪的，甲猪甲相关的家私搬去疫情区10公里外的所在。另外有1813只猪防台死，其中嘛包括当地有名的阿古猪。这是日本自2018年到当头一届伫外岛出现猪。CSF いわゆるトンコレラは感染力が強い豚やイノシシの病気で人に感染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近年来，冲绳旅游抢抢棍。这几年 Okinawa 旅游抢抢棍，特产阿古猪更加是一定爱食的，像讲猪肉火锅、烘猪肉、Okinawa 面、卤猪脚这料理，拢是观光客会去食的。啊，这部地震敢会互食猪肉的人变少 ？Okinawa 政府讲，市面上的猪肉拢无喂着地震，地震嘛袂喂互人，就算食着有地震猪肉，对人嘛袂有影响，所以去 Okinawa 游览也是会当放心食猪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中国，看到中国第一长河中钢最近有一个歹消息，互人讲是水底免考，中钢才有的品种中钢白龙鱼正式宣告绝种啊！伊本地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正水鱼，为2003年起就毋捌看到野生的白化石鱼。专家评估，可能是咧2005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就已经绝种。这几年中钢的鱼仔品种也有数量一日啊减真济。中国政府为了要保护生态，宣布为今年元旦新历1月初1起，刷来这10天，中钢流域332个保护区全面袂当掠鱼。
生产中国文明起伫深长的长江，来到2020年的时阵，却传来这个生产的歹消息。这个互人俄罗讲是中国淡水鱼王特有种的长江白鱔，已经正式宣告灭绝去。较早是中国大陆淡水渔业起伫的长江，嘛因为长期安尼甲掠甲真崩，含污染甲真厉害，这个鱼已经减足济去啊。所以对今年的1月7日开始，长江佫进入10年拢袂当掠鱼的禁捕期。这个鱼类从长江中下游的灭绝的话，可以被认为是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走向衰退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这条白鱔鱼真大片，大尾会当大到7-8公尺，也佫是有2吨外长，是世界上大的正水鱼。不过伊生性真溜咧，收水的速度足紧的，所以嘛有人甲号做水虎。野生的白鱔从2003年就开始无看影食咯。专家评估讲，这个鱼反正会伫2005年到2010年的时阵，都会灭绝去。白鱔鱼食的是活鱼啊，因为长江的鱼啊愈来愈少，白鱔嘛真恶咧活落去。那10年禁渔啊，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感觉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实际上呢，对于长江里面的中大型鱼类来说，只不过是它们刚刚进入一个性成熟和开始准备繁殖的一个小步。长江流域甲掠50年来，即摆已经减少30万吨啊！即摆鱼啊，敢若剩20几种尔。主要的经济鱼类对1960年代有50几种，怎么落到剩20几种尔？就算讲早就实施这个春季的禁猎，不过部分的渔民为着要掠到鱼，竟然用迄款电的、头的、棒的，用这非法的手段来掠鱼。历史这个当年有4个只掠鱼啊，却无够渔民掠3工的量。即便用强硬手段，全面禁止生产性的掠鱼啊，除了互溪流有时间通复原，嘛希望会当一步一步来重建自然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德国上界东边的小城市高丽珠旧城区真有古早味，一寡好莱坞的电影，像讲《为爱朗托》，也有布达佩斯大饭店，拢捌来遮拍片。这几年，一寡在地民众搬去外地住，人口一领减真济，这煞变做是规个德国工资上界低所在。政府即马提出一个免费瓦带1个月优待方案，希望让这个所在观光会当更加活跃。高德式尖台较长、红砖仔的厝顶，遮古典欧洲式的建筑，这就是人咧讲德国上水的城市。但长期以来，受到人一直流出去的问题困扰，政府提出免费来带1个月，这个声目的方案，就是想要来拼看卖。My biggest fear is to stagnate in some backwaters, to just stop moving, get stuck. 德国东部的城市高丽珠，一个1989年东德甲西德合作会以后，人就一直流出去，已经超过1/4，已经变做是全国工资上低的所在。政府利用当地历史真久的文化来咧想办法，要来杀出免费试大的方案，要来省大城市的少年族群来遮住。We want to showcase Görlitz as a medium-sized city that can relieve pressure on major cities and contribute to a more balanc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Germany. 高丽珠闪过2战的迫害，保留真古朴的旧城区。每一年成14万的观光客，好莱坞真有名的电影嘛，拢捌来到遮来取景。Hold it. Who are you? I'm Zero, sir. The new lobby boy. 这项免费大的计划，成超过150件申请，有的对德国的大城市来的，有的是对其他的国家。最后，官方会选出54组的人客，希望透过伊来将大都市甲小城镇连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生业界消息来看到，去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和民众看到为韩国转来到台湾，因为礼拜六总统大选伫要投票，这个时间转来台湾，互人叫讲周子瑜今年拄满20岁，会当头一届来投票，敢是为着投票特别转来台湾。周子瑜的老母讲，投票迄一天，规家伙仔老早就安排好势要出去旅游的计划，周子瑜迄一天袂去投票。虽然无为虾米种挂着目镜，搁戴帽啊，想要来暗看，但这个影目的黄色的碰色衫，甲这个山挑的体格、明青的款，也是互人注意到。周子瑜互民众看到，伊对南韩坐飞机转来台湾。周子瑜一日到机场，都是妈妈亲身来伫接，坐去客停车进前，搁来向民众下手道别。因为这礼拜六就是总统大选，今年拄啊满20岁的周子瑜，就互外界力邀，这届敢讲是特别转来台湾投票。这次应该不会，因为我们的行程是都排好了，就是全家一起
出门去走走啦，然后逛逛啊、散心啊，就这么的单纯。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周祖瑜的妈妈讲，早囝是特别转来要投票，毕竟自4年前总统大选进前，周祖瑜伫咧节目内底来压国旗，后来互人要求提告，念出道歉的声明，差一点就影响到演艺事业。这摆就惊甲选举有关联，搁再升起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要带大家欣赏，这是咧苗栗一个私人的农场，规个梅花拢开花开甲真大开，花一瓣一瓣，互风吹落涂骹，袂输敢若是落雪同款。还有4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台视，台视，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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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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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大语文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带大家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早。这个早就是当讲是明仔尾到顶部这段时间，像咱常常讲透早、早起时，还有早起时啊。另外过去咱嘛会当讲是早前、以早、较早。啊，若真久以前，咱讲是古早、古早。假使若是时间还阁真冷，咱会当讲是时间还阁真早。早颠倒变的词就是晚。或者是晚，啊！那一般真侪人读俗音，读做早，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头一个咱看到，这就是古早，代表真久以前；第2个词早起，一般嘛有真侪人读做早起，这就是讲透早以后到中昼这段时间，嘛当讲是上午、顶部、早起时。另外，早起嘛有早顿的意思。像咱讲，你敢食早起啊？另外，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甲做伙。比如讲，古早才会早起真热烈，真侪人真够早来遮采港，顺续食早起。今日小解这一日早，另外一个俗音读做早，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这嘛是真侪人真够早，特别是元旦过了后，这几天苗栗一个私人的农场，规个梅花开花开甲真大开，花一瓣一瓣，互风吹落到涂骹，亲像是落雪同款。水池啊，拢看会到花瓣。梅花树是沿河安尼种的，变做一条天然的小梅花步道，请一寡游客特别来遮欣赏这个美丽景致。树仔顶的梅花开啊，花落来就袂输那落雪同款，实在真水。梅花树种伫池仔边，整做一条天然的小梅花步道，游客小梅花，阁会当听到边仔的水声，互人心情真放松。哦，还没有入园，就先闻到这个阵阵的这个梅花的这个香气哈，白色的，像这样子，好下雪一样的，非常漂亮，有那种自然园林的感觉，你可以感觉到主人的巧思。芳无因咧收集花蜜，啊游客嘛无因摕相机甲上水的画面翕落来，这是苗栗的一个私人的农场。园主讲，苏当时就是因为因某介意梅花，才会甲正把张梅花树种伫池仔边。今年因为天气目领寒、目领热，才会互花提早开。我经常在这里散步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树干每年在成长，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架势，整个四季的变化。园主讲，本来是为着纪念因某种的梅花，即马已经成作当地收梅花的景点。山内自然的景致出现规片白色的梅花，气氛嘛实在袂歹。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司主刚刚继续要来看到，这是航空区内底办的展览。原来就是伫高雄西雅湾中山大学内底200年历史军事密道。西雅湾磅空最近就是中山大学校友，也个带学生囡仔和校外团队，用航空区来做基地，特别做一个岛屿文学亲处册店，用梦境来做主题，希望民众来到这个所在，会当暂时把生活烦恼甲忧愁放一边，好好来到这个所在，心凉被吐开。伊伫高雄中山大学内底100年军用密道西雅湾磅空，进前才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真用心杀军事观光的关系，加做一项的景点，今嘛搁变做美术那册店同款。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一个隧道口里面，它其实隧道口里面它有非常多的蜿蜒啊，然后很多的洞的概念，藉由这样的一个场域的概念，我们提出了梦境这件事情，抛开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个的枷锁。原来这是中山大学的校友带领学生甲外口的团队，甲西雅湾的正100年的航空河基地，打造做都市文学的亲屋册店，甲各种梦境当作主题，希望来参观的民众会当袂记的生活内底所有的烦恼，你去册店好好休喘一下。你进到这个场域，你也许不一定要看书，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不管是灯光啊、环境设计，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这一次的活动其实连接了很多，不管是台湾在地的作家，或者是整个西子湾、盐城或是鼓山的一些社区的连结，然后跟社区的居民做一些互动。活动唔有特别选一挂册出来互人看，主办单位搁伫拜六邀请作家甲民众去分享生活佮创作。另外嘛，希望少年人会当行入去当地社区，为社区带来新的文化活力。记者综合报道。歇完一个广告了，同款是伫高雄来看到高雄国民市啊，开市较大已经超过50年历史。为了要来传围炉菜，特别杀6出菜，拢总1688块，互真侪人学了讲大碗不满去。还有4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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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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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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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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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先来关心这次台北士林夜市啊，又搁发生消费的纠纷。去年就传讲有人投诉买一块果子，都要开上1000块，这块果子内底哪会这么贵，引起争议。另外，搁有2块这个细地牛肉角，同款是600块，引起话题。即卖又搁有民众来到士林夜市啊，开100块买牛肉角，讲算算的，敢若9块尔，逐块拢真细地，看起来真疗效。民众气甲伫咧网络铺文，都网友看了9块，经体老话，讲这应该是 A5 合规的级数。台北市市场处嘛讲，因会去加查，发觉摊贩拢已经有写号明，无违规。刷来会继续加查，要求店头都要放相片，互消费者买进前会当参考。台北士林夜市啊，人是客甲袂过，嘛是观光客来台湾一直想要去的所在。不过煞常常有迄落消费争议，即摆佫传出讲，到底亲像18斗啊遐大的牛肉，要卖100块的事件。纸盒仔内底缀即落亲像18斗啊的角牛肉，甲算算的拢总有9块。
甲底伫个阿捌内底看到还佫人，有民众买了后看一个真生气，就伫个面册顶悬来口说讲，树林佛心18豆仔牛，100块一地都还袂食咧。安尼嘛来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有网友讲纸阿捌伤大，嘛有网友口说讲这一定是 A5 等级的好牛。更加有网友讲，人来买这拢是佛心的消费者，树林夜市的消费争议一直拢有。伫个去年的9月才爆发出讲有果子蛋，一地果子就要卖1089块，敢若亲像要甲韩国的观光客甲讲大客。伫个10月嘛发生讲买2份18豆仔牛肉，都要600块的事件，想袂到短短2个月内消费争议就这么多。他目前每一摊的这个骰子牛业者的标价都已经有明显的标示出来，做一些辅导。那希望他们可以张贴他们这个分量的这个示意的照片。因为店家的分量甲消费者的期待，伊的起落差真济，才会来发生纠纷。台北市市场处嘛有来辅导这个单，因甲有写出实际分量和对照的介绍的相片甲挂出来，通互消费者伫个买进前通参考一下。限期都要伫个2礼拜以内来改善，若是无改善来讲，就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罚1200块，一直甲罚到改善为止。记者综合报道。过年食围炉菜、手炉菜，就要带大家看到，这是高雄国民市啊，开市甲档已经超过50档。市场内底有真济好食的料理，像讲过年时上爱钓时的猪脚苦、滚软软，邀几囡仔上爱食。另外，还有佛跳墙代表步步高升好彩头的米糕，这拢有得买。过年这段时间，有真侪人爱食火锅。火锅了，像讲贡丸、鱼丸、菜丝、果子，也佫有卖现钱、4块边的鱼仔，配合大肚鸡丝，要教大家做泰国式鸭味料。拢总6出菜，敢若1688块。有真侪民众学了讲大碗滚满钱。切切的，搁来加这个酸酸甜甜的酱，最后掺一寡柠檬来提味。泰国式的酱料简单就完成啊！刷落来，从买来就已经煎好的鱼仔旁出来，直接买，而且非常有名哦。将这个酱料淋起来，代表年年有春好结条的鱼仔料理就完成啊！另外，搁有过年过节常常看到的菜色，佛跳墙。既然要卖300咯，惊一抓市场嘛买会到，内底有猪脚、鱼皮、蚵仔，上少有8种的食材。这个介绍嘛，互人感觉足甘心的。有这出樱花虾米糕，同款是对市场买来，米是够 Q， 嘛是真有名。想要吃腿口，这嘛有。这种价钱绝对都是8000以上起跳了。市场的食材做出来只要1688就可以了。一出一出会当讲是饭店界的年菜，所有的食材全部拢是对高雄一粒有50年历史的市场来的。除了会当买到食料，亲像是煮火锅，袂当欠缺的丸仔类，搁有一定爱有的菜色，拢总买会到。6出菜有鱼、有肉、有火锅，2张1000块都有走。哦，有蹄膀鱼哦，那这样很便宜啊，无5000袂。5000可能袂起来。传统的菜市仔内底，摊商拢有真济手路来洗一抓，嘛已经变做是高雄另类的年节风景。记者综合报道。还有4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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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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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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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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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
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照跑？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韩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今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放轻松，我一点都不紧张，他一定会来的，一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不喜欢叶罗莎？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她？幸福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断六。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心意？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知道，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我要追求你。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教唆和亲王谋反，步步逼迫皇后，他就是要借和亲王的手谋杀太后和皇上。叶老，他到底是谁？我花了数十年时间都没能赢得他的心，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皇上那么爱？今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还有4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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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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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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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照跑？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韩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今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放轻松，我一点都不紧张，他一定会来的，一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不喜欢叶罗莎？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她？幸福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断六。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心意？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知道，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我要追求你。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教唆和亲王谋反，步步逼迫皇后，他就是要借和亲王的手谋杀太后和皇上。叶老，他到底是谁？我花了数十年时间都没能赢得他的心，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皇上那么爱？
今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苏生一冠名播出。还有4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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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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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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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我要做出我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辛苦里面，就从开始在做的时候到现在，我要更用心、更辛苦，我要跟时间赛跑。我深信的一句话：每当我一次的失败，我就知道离成功越来越近。我一直想说，一定要把阿公的手艺把它传承下来，因为我们下一代可能没办法再去接承这个事业了。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意大利北部办一个关山出世查甫小会战的比赛，其中瑞士的选手 Daniel Yuni 少年赛2年摕了冠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